好，来继续进段的消息，来看民众党的立委刘树斌红压了。去年搬入去前立委吴春霞的办公室进前，开35万征收装潢。伊阁参加第5会期立委办公室的抽考啊，结果无抽到介意的办公室，阁特别甲同僚来交换，延误到搬线的作业，引发到创党的主席郭文泰的不满。今仔日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嘛发表看法。当初委员进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一而再、再而三、耳提面命，不准装潢，就是不准装潢，装什么潢？你进来是做事的，你进来是做事的，你有办公室有桌子，你要装潢要干嘛？我自己当初2024年进入立法院2月1号，我踏入立法院的时候，我用的是赵天麟的办公室，赵天麟办公室的摆设。我一样都没有动，我什么装潢都没有，我就进去里面干了2年，会影响到我工作表现吗？不会影响到我工作表现啊。黄国昌讲，针对着办公室装潢的争议，伊甲郭文泰的态度同款。当初冇一再来提醒着委员袂使装潢，针对着刘树斌装潢办公室的代志，伊讲伊嘛是最近才知影。黄国昌目前已经卸任到党籍的立委，尽管有党主席的身份，也是打算要搁转去做律师。黄国昌解释讲，因为民众党的党主席无薪水，伊阁有母囝甲母亲爱来饲养，家己有法律的专业，所以当然就搁转去做律师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